台灣男神阮經天近日同好友春風齊到日本北海道二世古滑雪，向來親民嘅阮經天被大批市民捕獲，都大方逐一合照，成為北海道期間限定景點啊！不過最意想不到嘅係，阮經天竟然巧遇荷里活巨星雷神基斯漢斯和夫，佢即時把握機會同框集郵，能夠親身接觸到戲裏戲外都極盡威猛嘅英雄，同為演員男神嘅阮經天亦都即刻秒變小粉絲啊！笑到見牙唔見眼，心情仲好到即刻將自己嘅合照放上社交平台。其實小天向來都相當保護自己嘅私隱嘅，好似每次佢有新戀情被曝光，都會令佢十分之不安，佢甚至會選擇分手嚟保護自己添。但係自從去年年尾佢被傳出同細佢20歲嘅內地富家千金交往，小天似乎就唔似過去咁敏感啦。兩個人嘅感情相信已經趨向穩定，所以心情亦都放鬆落嚟，希望今次佢嘅感情真係可以修成正果啦。